大家好，我係丹尼迪南，我係 Jessica 陳子菲，我係燈塔下的人嘅導演、編劇、監製同演員。今次呢個戲咧，最主要係環繞住一家人想去燈塔嘅故事。咁呢套戲就係受到 Virginia Woolf 一個英國嘅女性主義作家喺1927年寫嘅一本小說，叫做《To the Lighthouse》航向燈塔所啟發嘅。入邊嘅意識流啦，甚至係呢個多重角度咧，都令我非常之有興趣，令到我好想睇下咧唔同人物裏邊嘅一啲嘅內心世界。咁喺劇入面啦，我哋就會探討一啲男男女女佢哋面對一啲婚姻、性別、家庭等等嘅焦慮嘅時候，佢哋會點樣自處，同埋可以點樣自救。其實呢個戲咧10年前已經做過㗎啦，咁當時咧就用咗好多嘅篇幅咧講緊男性喺女性主義之下嘅一個生活同埋佢嘅內心世界，所以今次咧就想加埋女性嘅角度落去。咁呢個戲就會分成男人篇同埋女人篇啦。咁女人篇咧主要係探討一個30幾歲嘅女性，佢嘅事業好成功啦，佢好優秀、好叻，背景亦都好好，但係佢面對一啲婚姻嘅問題、一啲婚姻嘅焦慮。咁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佢會唔會以佢一貫好優秀嘅解決問題嘅手法去處理呢個婚姻啦？定係佢會學識同埋嘗試喺關係入邊另覓其他嘅出路咧？燈塔咧喺呢個故事裏邊係一個令人感到好安穩嘅東西，亦都係大家喺黑暗之中咧想尋找嘅一個目標。劇中嘅好多角色咧都好向往燈塔呢一樣嘢，佢哋對於燈塔有一種着迷啦，甚至係痴迷。但係我嘅角色咧反而就係受到燈塔所困擾嘅。咁我邀請大家同我一齊經歷呢啲高山低谷，然後一齊從呢啲經歷揾到新嘅方向。燈塔下的人將會嚟緊喺7月19號至到20號喺灣仔藝術中心麥哥李小劇場有4場嘅演出，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